错没？没啦，多谢你。啊！你这个有眼无珠的白目狗，咱创比阮拖拉库大哦。就算我甲你讲我是谁啊，你敢记得了？莫讲就莫讲。经理，慢。哎！哎！哎！这怎么啊？大，这个卖外高，你拍算要处理？要处理啊！水工，那那边有水沟啊，我看安尼啦，轻可处理就好啊。上少嘛要半年以内，伫我这个角头内底，莫我靠了这个草树啦尾溜，安尼我的心情才会起码是事不灵感，好吧？用日啊日个电脑金试试，真有使问题。哎，等，我诶，是我这白目狗唔好啦，我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。这个就是道理，你但你有带量帮我算好不？大，这个唔食囝，刚甲你创治，拢是为着兄子干我生意啊。啊，甲讲起来哦，伊嘛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。我甲再讲，伊是严宏志的小弟，啊你吼，看你严宏志的二祖上，这头棒煮拄煞。我掠着吼，严宏志对你更加温柔，更加体贴。阿成，我定讲你做老满无够惨，你是我啥？因姊的目睭内底当时有我，严宏的目睭内底，敢若迄四个囡仔咧看地球啦。今仔日我若无甲这只胎家教到，真正互因严宏当做我拖拉库，真正是铁牛啊！无啦，大你听我讲啦，啊，阮姊爷的个性吼，甲查甫性啦，啊，你若硬要甲伊抢吼，伊绝对甲你抢到底啦！啊，尤其是我是伊上疼的小弟呢，啊，我安那吼，伊绝对甲你拼命。哎呦，哦，啊，你唔当做我那去用客行大汉的呢？啊，歹势哦，伊硬，我个性比伊更较硬。无啊，你愈安尼讲哦，我愈想要试看卖啊！我著甲你的双脚摇断，看伊要安怎甲我硬当硬，好吧？大弟弟，来，上车。无啦，拖拉库大，我真正是黑白讲的，拜托你帮我算，拜托的啦，拖拉库大，拖拉库大。我吼一定替你顾一下。啊，今仔什么衰，你有衰尾先对着，歹势。大，你担遮哪尔？这甲我处理就好啊。大，今仔有讲过，要爱一双脚，甲拖一边处理。无啦，拖拉库大，拖拉库大。
无代志啊，由我处理就好。哎，笑，这样能笑？你搞起来，你随便先啦啊！卖拍我，拜托，卖拍。要耍个啊！要耍。哦。啊！你这唔正惊了啊！走！哎！你这唔正惊了，你跟老爷说。哇！谁让你就走？好啦，大，我哪知影这唔正囡仔用这垃圾布用刷摇我目睭的哦。以后就唔卖我杀掉，我就准备要起笑。啊，讲了真好。你是还未40岁就剩一支嘴哦？啊？啊，唔紧去用。我，你是爱讲问神才会使去用的？用啊！啊！哎，叫！阿达，我惊，再讲不讲故事，别落代志出来，我真惊有哦。走去家来啦。咩啊？请借问一下吼，你拄则敢有看到一个差不多30桶位，差不多生得这样悬，会查甫的走来遮？无。水，那咧我去抱伊吹，拜拜。啊，一个少年的都真好溜啦啊！啊，咱也是咧惊伊头壳一空的。好啊。人嘞？我伫遮。啥讲？后面咧讲。你家己摕，你要做？啊，你搁我做转来要怎？找人。得动的，脚动手动，我甲动开。这是新营大个所在，真庄严、真神圣的修道之所咧。你若无功无大道要撞入去，安尼敢对？啥？其实我是这间的庙公，神明的代言人，所以请恁留我加尊重一下，好啊无？好，安尼你敢知我是啥？我插你是啥？拜托，你目睭变啊金好，你敢知后面这位你是啥？伊就是吼，南巴二路高铁线，13条路拢会通的这个上大尾路环，大拉库桑啊！你唔知啊？伊甲每年的这个营养的营养钱吼，都唔知管偌济啊！你是免当时会捌字的，你只不过一个小小的代言人，你是要讲准偌济啊？啊！你唔选真大尾，安尼我介绍，我合作高手，较早咧做营业，南北2路高铁线，东西向13线，所有路线我拢捌了解，所以各角头兄弟拢称呼我合作路线的庆师，安尼就惊无？你安怎？无彩我一直经过这个乌机上，哎，竟然无听我暗时甲当场甲大唱声起，啊不会哦，后大了讲起来，这代志就大条啊！莫吵你！好，无恁是地来要错啊！坚持要入去照新明要受发落，看恁敢搁谈新明的眉头前乱来无？人唔是讲发落是好事，代表的发，这代表你知影基因，知影基因。这发落分几啊款，这看情形论好歹，就凭恁即马了是新明对我这个庙公不敬哦，我敢甲你保证，这个发落就是新明的怒火，所以你若要入去敲，做恁入去敲，我绝对袂甲你动。不过，因万要发生什么代志哦，我就唔敢讲。大个，我是感觉这个庙公讲的有道理啊，人听你讲。
宁可星期六，不可星期五。而且咱这兄弟的上囝是家头三笑有性命，我是感觉什么当抓去，但是什么袂当抓。我是想清楚较妥当。好，那这个少年讲的就无唔对。依照我了你看吼，你运动发怒，面带煞气。你若唔听我的苦劝吼，继续安尼飞飞闪就找人的麻烦，我甲你保证，短食3工，长食748工，你绝对会见赢。啊，你今仔算好运气拄到我，你若听我的苦劝吼，莫去飞飞闪就去做歹代志，凡事会当转危为安，甚至会当息事宁人。我看你这个庙公一支嘴好累累，讲的到底是真的还假相知啊？阿弥陀佛。我若有讲啥物无对当的所在，我欢迎你随时倒转来甲我平倒。好，万一讲了若无准，我会过来。土地公不要再想，拄只有几个老婆来咧乱代志，地主在办不得已的状况之下，才伫咧。